來到北線尾二路550巷，這台載滿棉被以及一袋一袋裝滿白米、豆油、洗衫精等物資的貨車已經穿好勢，這攏是要送予樂里社區獨居長輩愛心。因為迎接過年，閣拄着寒流，理事長蔡定進驚社區內這群邊緣戶寒着，所以再次結合台港鄉民生活關懷協會、雙臂曙光班校友會等志工的出錢出力，布置相關物資來銷送。阿蘭區副區長嘛專工出面關心，也親切替長輩遞上溫暖的帽仔，長明溫馨。那我們剛才從整條街過來，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得到，因為這邊的居民其實對他們因都非常的熟悉，而且看到他們都非常的開心。那我相信就是說，因為有透過這些人，他們不斷的為社會的那個奉獻哈跟用心，那讓我們的社會的角落都充滿着那個溫暖。加溫暖了哈。嘿。政府資源有限，不過民力無限。樂里社區為了彌補政府的欠缺，除了寒冬送暖的行動，當集體獨居長輩穿3長的愛心付出，已經第18檔，更是使人感動。有很多的困境，各位看到了這些長者，他們居住的環境，真的不多花一份心來關注他們、關心他們。說不過去，所以我常常也自己親自送便當，來這邊也要看看他們的生活環境。那我知道他們說最近天氣較冷，因講會寒我才想到說，對哦，我3年前送他們棉被，3年後應該換了，所以我趕快要2位。理事長跟總幹事一起共襄盛舉來做這件事。好在有這群戰友彼此支援，鬥相挺，和理事長行善，不擱再單打獨鬥。當然嘛，希望更較濟有志投入，替這群孤單無瓦殼的老人盡一份心力。台南新聞，阮吉採訪報道。